苗栗湾里嘅山脚社区，因为路提动天人工后壁山嘅山脚下，故所有一个名嘅。山腳是有個過好嘅光景，經濟產業非常發達。唔單止係創造貨物集散嘅地區，也係好多客家族群用家嘅為所。其中產業嘅部分以靠鹹草同做磚瓦為主，唔過也兩項傳統產業做入沒落嘅喲。為受到侵佔頭擺嘅風化，山腳社區發展協會成立過後，整合社區資源，開始同會靠鹹草嘅社區媽媽簽到進來。同傳統加入新嘅元素，那個磚瓦產業也對製造業轉型做文創產業。雖然傳統產業簽到為新時代嘅定位，不過用嚟繼續發展，還有許多嘅挑戰。如枪如冲，天然丰饶，风转不灭头切，两鬼偏向如如味，吹血太累，所以起的万里应该ham草。这个是播种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那大概播种下去差不多在4个月到5个月可以收割第一期。ham草嘅光係3個應該，好個嘅時節會比這個太熱還難過。春天種下一個ham草，地球啦30年、7、8年、到10年就得割300。地圖提議起嘅秋草品質最好，價值沒最高。藺草它原來是生長在大安溪的下游，還有黃里溪的下游哦。那它是野生的啊，因為那時候的原住民，他們會利用這些藺草呢，把它編一些比較簡單的平面的東西，所以我們漢人也學習原住民。因為加上數量少，可以除了ham草種到天度，介就是種ham草嘅收入，還比種禾嘅好。所以講緊最好嘅時節，萬里嘅ham草田出入50萬公頃。幾乎每一家自己都有啊。自己有水稻田嘛，那自己就找一塊來，也是一樣的，來種植這個藺草。割好嘅ham草成週過後，為高半ham草糠，轉嚟分級過後贈嚟賣。71歲嘅汪明俊係第一下萬里為自己ham草商。這抽了200啊，基本300斤起。對啊，那等個攏抽起來。抽到它吧。我攏啊大款。轉手抽出ham草，就手來高起，溜達嘅手法可以攞出場係跳舞種。唔過老師傅故意為做強弱嘅動作，非常辛苦。做我敲鼓機啊，你有看？有面頂上長嘅地抽落來，啊，你整理起來才會變長啊，這買了才會變長。啊，都有人愛長嘅，有人愛短安尼咯。係啊，有個人愛啊，下人用嘅。汪明俊講，萬里ham草上最多嘅時節有10個沙，兩下漲中幾隻沙，下那ham草田每有50萬公頃，到兩下出沒1公頃。為咗搶救兩處為模體嘅百年產業，山腳社區發展協會第2003年就社區種草嘅時節，開始老為靠ham草嘅社區媽媽簽到進來。草愛先噴水，才會釀啦。較好變啊！咁唔會斷啦。兩條媽媽都72歲嚟，從細就聽嚟幾多嘅阿妹做，大沙都做50年嘅老經驗。係萬里嘅寶，7、8歲不開阿妹那有做對天做都會做嘅啊，攏姊妹攏喺天做啊。每戶人都會做啊。係啊，啊錢啊。
将草车处理硬壳壳嘅田内行草归熱，頭那未會歸熱來來，也越鬆嘅手烤出嚟萬里提起，頭白嘅風花。城里人拢来看你，啊，你差不多还能在有好，伊就透早就来。都會來去嘛？嘿嘿嘿，伊收真美。在民国25年的时候，我们台湾5大农产品出口，蔺草产业的产品是占第3位，只有这个仅次于糖和稻。講正專講，講見最好嘅時節，萬里紙為靠旱草嘅日就1萬2000沙，廠頭要靠嘅就2300沙。從工廠嘅規模嚟講，算係動態的。家家戶戶都熱是旱草產業，家家戶一家存的錢比那麼人還拿多。有一句話說，燕里鎮的女孩子啊，在以前她要結婚的話，她的聘金啊特別貴。萬里嘅戶一家做的熱是靠旱草經濟土地，用松樹學貴婦太細。不過工業社會裏度，靠旱草產業啲流浪人退過後，確實冇安好。有工廠迄個伊咧出去賺錢係樣，做嘢較辛苦啦。聽嚟30時間，三角社區發展協會、勞勞委會申請動研籌業方案，勞兩條媽媽都簽到進來，為出現兩幫人產業。唔單搶做草車、草木，還發展卡邦，還個兩條商品，第4時台展現新面貌。較早做是生意人啦，講啊要愛啥，啊就敢若講做會好，就較無會當緊好有錢。賣有錢就好啊，啊無做遮精緻啦。啊，阮即馬是攏緊做緊物件緊直直改變，做較精緻一點。不過，日當某個一隻卡巴，題目未按2-3年這樣做為好。用媽媽1日800個元嘅工錢來算，題目會賣2000個元。不過，一般消費者對安樣嘅手工旱草產品價值接受度唔高。為咗突破安樣嘅困境，社區簽了設計師合作。我們現在就跟很多設計師合作，是不是讓他們也來了解我們的產品，能夠設計更多的附加價值更高的這個作品，讓我們的產品可以賣得更好。為出現靠旱草孵化，還有更多困難為克服，還那是有細產品方公里嘅三角社區。是東河嘅產業，唔單搶旱草田田。燕里鎮的這個地形是一個狹長型的啊，那麼外區的中心是燕里街上，那我們三角就是我們內區的中心，經濟啊、產業啊非常的發達。過去三角也有2家的戲院，那麼三角戲的街上呢也有旅館。三角早期係貨運集散地，未係好路下架出去，路夾嘅收菜，好路老行業比例太咗各一半。就是從我們三角這個地方開始，就有很多的客家人。那麼這些客家人大部分來自於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那個時候從大陸的廣東省移民過來的。專為種頭處理冬天嘅旱草後背山嘅三角下，所以按樣嘅名，來到三角社區都唔會半兩地轉衝下到。燕里鎮呢曾經有12家的紅磚廠，那我們三角地區就有4家。我們這個地方附近的山上的泥土特別適合製造紅磚。結合磚條落結磚嘅藝術，打造社區日常。每位三角社區除了旱草之外嘅，南為一家傳統產業，磚瓦留下根基。開茶行田內風磚，也係地址1973年成立，到三角社區嘅一間磚廠，為係苗栗最早嘅一條暗路繞。這個行業是非常的需要許多的勞力的工作哈。那所以這邊很多的這個工人，很多是在地的農民，他們利用農閒來幫忙製磚。
專從帶動嘅地方潮入，係三角建築世界少年來年，1972年代共建最好嘅世界，來到那時候嘅磚呢，還能不按照競爭。那時候的磚幾乎是一磚難求，然後甚至出去的磚送到甲工地，可能就被半路攔截到乙工地去了所以那時候有一個叫做印鈔機的一個稱呼，那做磚出來就是好像在印鈔票一樣。睇呢書台政府建吹動煙化過後，專從日建橫鐵，也見萬里春島嘅日建，美術都到萬重人名，報每文線十批，挑戰職場，嚟到社區結合強下推廣，下定2006年正式轉型變成個人工廠，暫時的燃燒下去。也下偷懶 DIY 老風箏文創商品嚟到個人工收入，出獎嘅傳統只人一屆20%。老劇從業轉型新工作，文化從事產業。看到那個他們製作磚雕的過程，然後就感受裡面的溫度。看過一些沒看過的東西，像是在工廠製作那個磚頭，還有一些雕刻技術，才知道製作磚頭過程那麼複雜，而且還很危險。文化和上下當地正從了學校合作，當年就計劃嘅培訓30個學生做討論人，也係提供共同機會，希望成個認識並認同家鄉嘅文化。小朋友他家自家有實際來從事了文化產業嘅製作來學習啦。地方上咩好，還有嘅觀光客咩好，還有了搶高技的話，技的多多的朗朗上口，來做介紹。喺外頭一直訓練小朋友擁有的能力的。磚廠它算是這個社區居民共同的一個生活記憶啦哈。我們希望這些記憶能夠帶給下一代，也能夠讓這個社區，因為這個產業有一個新的發展跟生命。專為提出嘅產業文化，攞特別嘅地理位置，湊出三個社區對歷史空間重蹈體會，文化資產每當豐富。也是同為財百年歷史3個國小地圖嘅日本社會後期新上修社區，未見之內3個嘅發展。一戶大概就是這樣的空間，那以前他們大概就是都會有那種隔板，把它給一間一間隔起來。像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大概就是以前的客廳的一個地方。有特別建築風格、老歷史背景，三軍會動叫武裝，是出為保護拆鐵。3個人發起重建。社區協會未開始研究調查，提出整嘅計劃。2004年得到文建會經費補助，2006年年尾整好。其實當時大家就會想說，就這種廢墟的地方學校難得一塊這麼大的地，乾脆我就把它蓋一個活動中心。那其實社區跟校內，他們當時又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教具，它見證了三角國小甚至三角社區發展的一個歷史這也是我們畢業校友他們記憶的一部分。所以其實宿舍的保留，就是讓他們有情感的聯繫。一下宿舍變做教師室，行業生活教師，來展覽函草文物嘅素材，當一下還會等來聊聊。無論係長久下來嘅歷史建築，亦係靠函草、磚瓦兩啲地方傳統產業，都係3個人切唔同嘅情感，選中建築當中就唔得缺少嘅元素。勞動是溫厚嘅文化帶入，抗力勞族工嘅生活智慧，經過時代變遷，沒落過後轉型高出發，促進兩下hand住遇到挑戰，唔過3個人持續展現幾多嘅意思。為老文物、青磚傳統生命力。